汽車公司本田星期二宣布，隨住全國電動汽車銷量放緩，決定調整佢嘅電動汽車戰略。原本計劃到2030年使電動汽車佔其全球汽車銷量嘅30%，如今該目標被擱置。本田將原計劃到2031財年嘅時候投入大約690億元嘅電動化戰略投資，削減大約210億元，調整之後為大約480億元。本田表示，長期向電動化轉型嘅大方向並未改變，只係時間有所推遲。並且補充，汽車行業嘅環境正喺度快速變化，尤其係電動汽車市場嘅擴張，因多種因素，包括環境法規嘅變化而放緩，導致業務環境嘅不確定性增加。本田將更加積極咁生產混合動力汽車。此外，本田仲喺度利用各種數字技術加強安全性，以實現其長期目標，將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降至0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